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第3屆 3D 模型設計比賽2026嘅比賽簡介會。喺介紹今次比賽嘅內容之前呢，等我簡單地介紹下今次嘅主辦機構良木教育嘅背景先啦。良木教育喺2020年底創辦，致力於將創新嘅主題結合於教育，用一個啟發性嘅方式去引導同學思考。我哋亦都專注喺農業科技、人民關懷同埋生態環保3方面。我哋希望可以透過跨課程嘅形式，為學校度身訂造適合佢哋嘅課程。至今，我哋已經服務超過150間中小學、國際學校同埋非牟利機構。除咗舉辦課程之外，我哋亦都舉辦唔同嘅講座、工作坊、外展活動同埋教師培訓。今屆已經係我哋第3屆舉辦 3D 模型設計比賽。喺舊年，我哋亦都成功地舉辦第2屆 3D 模型設計比賽。除咗比賽之外，我哋亦都舉辦咗作品展，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同學同埋公眾參與到當中。今屆嘅比賽除咗由我哋良木教育作為主辦機構之外，亦都好多謝有大灣區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作為我哋嘅協辦機構。除此之外，亦都好榮幸獲得多個機構協助、合作同埋支持我哋嘅活動。今屆我哋嘅比賽咧，主要有2大目標。第一個咧係推動教學同埋校本發展，令到更加多學校咧可以參與到 STEM 教育當中。另外，亦都希望可以幫同學建立一個公開展示佢哋成品嘅平台。第二就係培養學生嘅學習興趣同埋能力，包括 3D 建模、空間思維、文化理解、創意表達同埋面向未來嘅科技應用能力等等。講返到我哋今屆嘅比賽，今屆我哋嘅比賽會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香港電影一直都係我哋嘅集體回憶，佢記錄咗街道建築情感，塑造咗我哋嘅身份認同。所以呢，我哋今次嘅比賽呢，會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核心，令到同學唔只係學習 3D 建模技術，亦都希望咧透過 3D 模型咧展現出佢哋心目中嘅香港電影。我哋咧會有3大創作方向建議，分別係電影同城市空間。學生可以喺電影嘅畫面入面咧抽取一啲具有代表性嘅香港城市元素，例如係舊區樓梯啦、橫街窄巷啦、茶餐廳啦，或者係屋邨走廊等等。第2個方向呢，我哋建議同學呢可以以經典電影場景同埋角色形象入手。同學仔可以將經典嘅場景抽象化同埋概念化，例如以電影入面嘅服飾輪廓啦、動作姿態啦、空間構圖啦，去表達港產片入面常見嘅情緒同埋故事。最後呢，我哋亦都建議同學仔呢可以嘗試以電影工業同埋製作場景嚟到作為創作嘅核心。同學仔咧可以嘗試將鏡頭背後嘅世界搬到去 3D 作品入面，例如係攝影棚啦、服裝間啦、剪接室啦等等。除咗呢3大創作方向建議之外，同學仔如果有其他關於香港電影文化嘅創作概念呢，亦都可以作為今次嘅作品主題。以下呢係一啲關於今次比賽嘅詳情。今次嘅比賽分為咗3個組別，分別係小學組、中學人工建模組同埋中學 AI 建模組。所有組別咧都會經過2輪嘅比賽，分別係初賽同埋決賽。關於決賽嘅詳情同埋入圍名單，我哋會喺截止提交初賽文件之後，向入圍決賽嘅隊伍嘅老師公佈嘅。以下咧係關於參加今次比賽嘅隊伍要求。今次嘅比賽咧係開放俾全港中學同埋小學同學免費參加嘅，同學會以團隊形式參加比賽，每隊人數咧限制為2至6人，每隊咧只可以提交1個模型作品嘅啫，而每間學校咧最多就可以派出5隊參賽。如果隊伍資料咧有變更嘅話咧，必須要喺提交作品限期之前提出，逾期申請咧係唔獲接受嘅。喺呢度咧提一提所有嘅帶隊老師，我哋所有嘅作品咧都必須要符合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相關指引、知識產權同埋創作版權嘅相關指引同埋守則。
關於中學組嘅比賽時間線呢，將會有以下嘅安排。我哋會由5月1號開始接受報名，喺6月至7月期間呢，將會舉行比賽工作坊俾同學仔參加嘅。而7月17號嘅晚上11:59就會截止接受報名，而截止遞交初賽嘅日期就會係9月11號嘅晚上11:59。我哋亦都會喺9月14號公佈入圍決賽名單，而中學組嘅決賽將會喺10月10號舉行，決賽賽果係會即時公佈嘅。最後啦，作品展同埋頒獎禮呢就會喺12月5號至到11號舉行。首先呢，我哋講下中學人工建模組嘅作品規格要求。同學仔所提交嘅作品呢，必須要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而作品嘅尺寸呢，需要係喺20×20×20cm 嘅範圍之內。作品形式我哋接受 Q 版或者寫實嘅作品都可以。注意嘅係作品呢需要80% 以上為 3D 打印嘅元素，以及必須要符合版權指引嘅守則。中學人工建模組嘅同學仔可以採用 3D 建模軟件進行人工建模，同埋使用 3D 打印技術製造模型。期間呢係唔可以使用任何 AI 工具進行 3D 模型生成或者模型設計嘅。跟住落嚟呢係一啲關於初賽同埋決賽嘅指引同埋安排。我哋中學組嘅初賽截止日期呢會喺9月11號晚上11:59之前。參賽隊伍需要透過大會提供嘅網上連結遞交2個文件，第一份係 3D 模型設計檔案，第二份呢就係作品概念描述簡報。建議簡報內容呢可以包括團隊分工、設計理念、建模過程嘅 cap 圖同埋影片。簡報內容呢記住係唔可以超過15頁嘅。喺呢度呢都提提同學仔，初賽呢係唔需要遞交任何實體嘅作品嘅。而我哋中學組嘅決賽呢，將會喺10月10號進行。關於更加多決賽嘅指引同埋詳情呢，將會喺稍後公佈嘅。呢度呢，就係中學人工建模組嘅初賽評分準則。評審呢，主要會以同學仔遞交嘅 3D 模型設計檔案同埋作品描述簡報嚟進行評分。評分項目呢，分為4大類。分別係主題詮釋同埋創意、人工建模技巧、完成度同埋可製作性，最後呢就係作品簡報同埋製作記錄。喺呢度呢亦都再次提提同學仔，中學人工建模組呢係唔可以使用任何 AI 工具進行 3D 模型生成同埋製作嘅。如果發現有違反要求嘅隊伍呢，係有機會會被取消資格嘅。跟住落嚟呢，就會講下中學 AI 建模組嘅作品規格。中學 AI 建模組嘅作品都必須以香港電影文化為主題，作品模型嘅尺寸呢都規定咗喺20×20×20cm 嘅範圍之內。同樣地，作品呢亦都可以以 Q 版或者寫實嘅形式呈現，當中呢需要80% 以上係 3D 打印嘅元素。參加中學 AI 建模組嘅同學呢，係可以使用 AI 工具進行概念生成，例如圖像生成、構圖建議、角色設計等等。亦都可以使用 AI 工具配合 3D 建模軟件完成模型設計，同埋以 3D 打印技術或者混合媒介製作模型。呢度提提同學仔，參加中學 AI 建模組嘅參賽隊伍必須要保留 AI 提示詞同埋修改記錄，以證明參賽者呢係主導作品嘅創作過程。跟住落嚟呢，就係中學 AI 建模組嘅初賽同埋決賽指引。同樣地，初賽截止時間呢，亦都會係喺9月11號嘅晚上11:59前。同學仔需要透過大會提交嘅連結遞交2樣文件。第一係 3D 模型設計檔案，我哋接受嘅檔案格式為 OBJ 同埋 STL。第二樣就係作品概念描述簡報，建議簡報內容可以包括團隊分工、設計理念、使用 AI 工具名稱、prompt 範例、生成同埋修改過程嘅截圖。而檔案格式呢，我哋支援 PDF 同埋 PowerPoint。記住呢，內容唔可以超過15頁。提提大家，初賽呢，我哋係唔需要有實體嘅作品遞交嘅，而我哋嘅決賽呢，亦都會喺10月10號舉行。關於更加多決賽嘅指引同埋詳情呢，我哋會喺稍後公佈嘅。
呢度係中學 AI 建模組嘅初賽評分準則。評判將會以同學仔遞交嘅 3D 模型設計檔案同埋作品描述簡報進行評分。主要評分項目分為4大類，包括主題詮釋同埋創意、AI 應用同埋創作流程、完成度同埋可製作性，而最後就係作品簡報同埋製作記錄。呢度提大家，中學 AI 建模組係必須保留 AI 提示詞、生成記錄、修改記錄同埋人手調整說明。如果未能夠清楚咁樣交代 AI 使用方式相關分數有可能會被扣減。嚟到同學仔都好關心嘅獎項同埋獎金環節啦。好榮幸我哋今次嘅比賽有大灣區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贊助我哋3甲嘅現金獎。中學人工建模組同埋中學 AI 建模組都分別設有以下獎項，分別係冠軍將會有3500蚊嘅現金獎，亞軍將會獲得2000蚊嘅現金獎，而季軍亦都會有1000蚊嘅現金獎加去同學嘅。中學組所有嘅獎項、獎金、獎品都會喺作品展嘅時候頒發。以下係關於作品展嘅詳情。我哋嘅作品展將會喺12月5號至到11號喺荃灣御景新城 D Park 舉行。活動內容包括開幕禮、頒獎典禮、現場學生作品導賞，亦都會有唔同嘅公眾講座同埋工作坊俾同學仔參加。喺呢度亦都歡迎咁多位老師、同學同埋家長一齊出席我哋嘅作品展。為咗配合今次嘅比賽，我哋亦都提供同活動配套嘅課程。中學組我哋有 AI 乘 3D 建模到校課程。透過課程，同學仔可以將概念轉化成清晰可用嘅 3D 設計方案。同學仔可以學習運用 AI 生成 3D 初稿，並且學習利用 Blender 進行修模嘅過程，掌握 3D 建模技巧基礎。最後透過 3D 打印、處理同埋上色完成實體作品，用以參加比賽。更加多關於課程嘅內容同埋細節，可以掃描圖中 QR Code 了解更多。跟住落嚟就係關於今次比賽嘅創作同埋版權相關指引同埋守則。由於我哋今次嘅比賽主題係以香港電影文化作為主題啦，我哋鼓勵同學仔喺文化角度出發進行原創同埋創作。為咗保障參賽者、學校同埋主辦單位嘅合法權益，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要嚴格遵守所有嘅版權規定。所有嘅參賽作品都一定要係原創設計，唔可以直接複製、重現或者改編任何受版權保護嘅電影內容，包括電影畫面、角色造型、服裝設計、場景構造、對白、標誌、海報元素或者其他可以識別嘅視覺同埋文字內容等等。作品亦都唔可以出現任何電影官方名稱、標誌同埋商標。另外，作品亦都唔可以涉及對原作嘅歪曲同埋殘缺不全嘅改動。參賽隊伍可以以研究香港電影嘅風格、類型或者文化特色着手，喺呢個基礎上進行原創創作同埋詮釋，而唔係直接複製、重現或者改編受保護嘅內容。另外，作品亦都唔可以同任何特定嘅電影角色同埋場景構成實質性嘅相似，以免構成版權侵權行為。喺比賽過程中，所有 PowerPoint 同埋展示嘅材料入面都唔可以出現或者使用電影嘅截圖啦、海報啦同埋官方影像。但係同學仔可以於比賽匯報期間以口述方式表達。所有嘅作品簡介必須以風格啟發或者文化角度嚟表述，唔可以出現重現某電影、某音樂嘅字眼等等。參賽隊伍喺提交作品嘅同時，即係代表已經同意咗原創聲明嘅內容。確保作品係屬於自行創作，未有侵犯任何第三方嘅知識產權。如果同學仔提交嘅內容涉及第三方嘅素材同學仔係需要自行確保已經獲得授權或者符合法律要求嘅。以下係關於知識產權相關嘅指引同埋守則。參賽隊伍需要確保參賽作品同埋相關資料係由自行創作同埋合法使用嘅。主辦機構有權將作品嘅相片啦、影片啦同埋簡報內容用作於比賽記錄、宣傳、教育推廣同埋展覽等等嘅用途。如果作品涉及侵權爭議，相關隊伍需要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而係關於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嘅相關指引同埋守則。參賽隊伍嘅帶隊老師需要確保喺提交報名表之前呢，必須詳閱相關嘅指引同埋守則。以下係關於比賽收集個人資料以及私隱政策嘅聲明。咁好多謝咁多位老師啦，同埋學校支持我哋今次嘅比賽。如果想報名參加今次嘅比賽嘅話就可以掃描圖片中嘅 QR code。如果有任何活動查詢同埋疑問嘅話亦都可以透過 WhatsApp 同埋電話同我哋聯絡嘅。我哋比賽見啦，拜拜。